各位家長小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用呢隻豬仔同大家一齊練習句式。遊戲好簡單，首先可以同小朋友輪流擲色仔。今次我哋擲到彩虹，咁就可以隨便揀一隻顏色。例如我哋揀咗黃色，後面數目字係4，就可以先餵豬仔食漢堡包，再撳4下。當豬仔食到好飽好飽嘅時候佢件衫就會張開噶啦。玩遊戲除咗可以訓練小朋友輪流聆聽規則之外其實仲可以訓練句式噶喎。例如頭先我哋用過嘅首先，然後，再，仲有如果就。例如如果擲到紅色，就餵豬仔食紅色嘅漢堡包。又或者如果漢堡包後面嘅數目字係3，就撳豬仔個頭3下，1、2、3。其實有好多遊戲都可以好似豬仔遊戲咁，邊玩邊學習句式同埋連接詞。家長都可以返屋企同小朋友試下啦。我哋下次再分享，拜拜。